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第10节到第16节，耶利米书12章第1节到第13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的关系。耶利米先知甲上帝中间出现一段真趣味的对话，就是记载伫今仔日的经文。耶利米先知安尼对上帝讲：“上主啊，我要来向你来辩论我的案情。每一摆拢是你对，但是我还阁是要问你，究竟什么是公正？为什么歹人事事顺利？为什么诡诈的人事事亨通？”对逻辑顶悬来看，一开始其实就袂通啊啦吼，因为耶利米先知伊安尼讲，每一摆拢是你对，但是我还阁是要来问你，看起来是真故意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耶利米先知却非常坦然来承认家己悠闲无明白上帝的作为，特别是对人的角度来看，人总是真困难明白的事。其实伊的问题嘛，有真侪人拢会安尼问啦，为什么歹人较长命？所以耶利米先知就搁一届向上帝提出疑问啦，你栽种因，因就扎根，并且长大结实。因的嘴呢常常提起你，心内却无有你。但是上帝啊，你捌我。你知我的行为，知我诚心爱你。求你救走歹人，亲像救羊条入去屠宰场，将因关到伫屠杀的日子。阮的土地还阁要搭偌久？田园的草还要阁搭到第时？飞鸟走兽拢死了，因为我的同胞邪恶。因讲上帝看袂到阮的行为，因为天打扫，互人的生活陷入伫困境。耶利米先知就提着讲，阮的土地还阁要大偌久？田园的草还要阁高大到什么时阵？上帝搁一届甲耶利米先知讲，圣经记载，上主讲：“我放杀以色列，弃绝我竞选的国。我将我所爱的子民交互对敌，我的选民背叛我。因亲像树林内底的狮向我来嗷叫，因为我厌恶因。我的选民亲像鸟仔去互鹰鸟围攻，鹰鸟叫野兽来分享这的礼物。列国的统治摧毁我的葡萄园，因吞踏我的田园。互我所爱田园荒废，因互田地拢成做旷野，我眼前一片拢凄凉，山河拢荒废啊，却无有人关心。毁灭的全山来搬过山岭来，我互战争判甲大地，无有人会当享受太平。我的子民种的麦仔，
受的是刺皮。因辛苦来种作，却拢无收成。我一发受气，因就拢无收成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了上帝。因为因拄到的困境，却无法度得到保守。因所面对的困境，拢需要家己去面对，家己去承受。耶利米先知伊所无明白的是，因为伊烦恼所有的以色列人伫上帝的子民吼，无法度承受这的困境。就是咱讲的土地拢干甲无停，草干甲袂煞。上帝嘛提醒耶利米，将来伊要是一个孤单的先知，就连这兄弟、这亲人拢要背叛伊，因搁较要联合起来攻击伊。上帝提醒耶利米先知，毋通信任这人。耶利米先知的亲人甲朋友，耶利米是一个上帝好管家。伊真明白来提问，因为以色列人伫困境中间陷入极大的困难，但是因还阁未悔改。上帝爱耶利米先知持守家己本心，毋通受到周边的亲人朋友的影响，着爱忠心听从上帝的旨意。彼得也安尼提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伊讲万事的终局得要到啊，恁着爱谨慎自守，谨慎祈祷。最重要的是，着爱彼此真实的相听，因为听会当消除济济的罪过。着爱彼此温群接待，毋通埋怨。既然每一个人拢是上帝逐样恩赐的好管家，就着爱照着上帝所领受种种恩赐来彼此服侍。啥物人宣讲，就得宣讲上帝的话；啥物人服侍，就得本着上帝所赏赐的气力来服侍，通好互万事拢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互上帝。愿荣耀甲权能拢归伫伊，世代无穷。阿们。换一句话讲，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或者是讲自认为是上帝忠心好管家的人，必须爱会通离开遐家己周围的人的影响，好像亲像上帝对耶利米先知所提醒的，这位上帝眼中忠心的好管家，就爱脱离家庭的影响，爱远离追求家庭的利益，安尼才会当互家己专心听从伫上帝的诫命甲旨意，才会当成做上帝眼中的好管家。毋但伫政治顶悬，也有济济超大型教会领导者失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将教会的管理甲利益当作是家庭的事业，甲厝里的人拢结连做伙。有人因为家己的囡仔生理失败来使用教会的财物。有人安插家己厝里的人来占着教会重要运行的位置，
却产生运用这个无好势，受到发拍。有人因为家庭的关系、甲教会、甲上帝来对抗，这系真明显，拢毋是上帝眼中忠心的好关系。诗篇81篇第10节到16节，讲上帝是咱的气力，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捌带恁对埃及地来，恁着大开恁的喙，我就互恁巴足。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，以色列拢毋插我就处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所爱去行。我若安尼毋望我的子民听叹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路，我真紧就会压制因的对敌，用手倒卖攻击因的对敌。怨恨上主的人会伫伊的面前衰退，因会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马，互以色列人食，用对石盘出的蜜，互因来满足。求主帮助阮会通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互阮成做上帝眼中好的关系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